来看汤圆有一间咧卖木瓜有冷的连锁店，去互网友挖野坑。公主馆拍影片，甲员工用已经烂去生果的木瓜来假接，卖互人客。网友点名5间分店，卫生局嘛派人去查。若调查是事实，就依照是按法罚6万到2亿。木瓜放到烂掉或者熟掉的时候，不能丢掉哦。来看我怎么弄。影片内底连锁木瓜牛奶店的主管亲身来示范安怎处理烂去的木瓜，并且要求员工袂使将烂去也是生果的木瓜牺牲，即要甲这个生果的所在下掉，也是会使继续卖互消费者。一直削，发霉的地方把它割掉，不是整个丢哦，这都是钱哦。一个讲是前员工的网友进前伫社群平台发文讲，店头拄叫货时阵木瓜是好的，等到水果生果烂去了后，主管要求必须拿下那片水果味，再佮泡做饮料来卖人客。更加点名5间分店是黑名单，消息爆出来了后，消费者讲会惊。有点担心，就是会有一阵子不会想要在外面就是买那个木瓜牛奶，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中标，可能上吐下泻之类的。前阵子新闻很多，很担心食安问题。地处动物科医师警告讲，若是生果烂去的水果，千万唔通食，真可能引发食物中毒，出现吐、落屎这急性的胃肠炎的症状。亚那通市卫生局已经主动派人到分店来稽查。经现场查核，未见有案内情形。如使用变质腐败的食材原料制作成食品，裁罚新台币6万元以上至2亿元以下罚款。就算把坏的部分把它切掉，那个好的部分可能有一些浸湿，我们还是可能会吃到一些微生物污染的地方。有一间连锁木瓜牛奶伫台北市有多间分店，台北市卫生局讲会派人去台北市的分店稽查。不过已经有嘉宾业者认为讲，这个网友发文已经严重影响商誉，已经报警提出告诉。也那这总公司到记者这个为止拢也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